迎收聽原網台嘅自然療法與你，我係 Della， 今日會繼續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醫療資訊同最新嘅發現，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人生。Hello， 醫生你好。係，Della好，大家好。我相信咧，大家嘅聽眾咧都會認識到啊，都會聽過咧，就係柏金遜症呢一個嘅狀況啦。咁而家咧就好似乎咧，亦都係越嚟越多，即係都係呢個症狀，呢個病咧就會係有年青化嗰個嘅趨向嘅。咁而喺西藥嗰方面咧，其實咧冇一啲咧係特別有效嘅藥物咧，可以治療咗根治到呢個柏金遜症嘅，而喺控制嗰方面咧，亦都唔見得好有嘅效果。咁一般嚟講咧，柏金遜症咧就係咧，即係啲人會首先覺得就係啲病者開始有出現一個手震啊，或者係嗰個腳步嘅時候咧係拖住啊，遞唔起隻腳啊，啲動作會遲緩啊，啲嘢咁樣嚟到出現咗呢個身體嘅問題啦。咁久而久之咧，就會令到咧就喺佢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咧，都好似行動不便啊，甚至要坐輪椅啊啲嘢咁樣嚟㗎。而最近咧喺德國嗰度咧就有一個研究指出咧，就話只要分析人體有一個嘅動作咧，就可以提前近咧8.8年之前咧就預測到咧會唔會有呢個柏金遜症嘅發生嘅，而呢個準確度咧達到咧80.5%嘅。咁所以有嘢醫生咧就引用呢一個研究嚟推注咧喺未來嘅時候咧會一啲嘅大數據咧就係偵測嗰個即係個腦嘅健康。咁喺醫生嘅專業裏面分享到就係話轉身，即係我哋企喺度轉身個動作啦，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其實咧都係全身一個最複雜嘅動作之一嘅，需要大腦啦、前庭系統啦，同埋肌肉嘅高度協調咧，同埋係神經系統嘅高度嘅難度咧，而先可以做得出嚟嘅。佢哋咧德國嗰個研究團隊裏面就係利用轉身呢一個嘅動作咧，然後提前咗係差唔多接近嘅9年嘅預測咧，就可以偵察到呢個柏金遜症嘅嗰個嘅發生嘅。咁個內容咧，佢哋就嘗試咧，就係有933名由51至到85歲嘅參加者咧，嗱當然一定佩戴到嗰啲智能嘅手環咧，長期咁追蹤佢哋行路啊同埋轉身嘅動作嘅數據啦。結果顯示咧，後來咧係有確診咗柏金遜症嘅人咧就係23人啦，而係早在喺8.8年前咧已經發現到佢哋轉身嘅時候咧係變慢咗呢個異常嘅動作嘅。咁團隊咧結合咗年齡啦、性別啦同埋轉身嗰個速度嘅建立咗一個 AI 預測嘅模式咧，準確度咧大到可以達到咧85.5%嘅。咁呢個只代表咧只係靠一個轉身嘅速度而偵查到咧大腦早期出現咗嘅警訊啦。好啦，咁初期嗰個柏金遜嘅症狀嘅時候咧，就係大腦控制運動嗰個區域咧開始退化啦。最先受到嘅時候就可能就係話嗰啲協調嘅動作啦，所以轉身慢比手震咧其實更早出現，而促成咗早期神經退化嘅敏感指標啦。咁嗱，佢當時咧，佢嗰個研究好得意嘅，佢發現咧，健康嘅人群裏邊咧，佢哋嘅轉彎個速度咧，平均咧係每秒鐘咧係去到186.6度，係個轉彎嗰個角度嚇。咁但係咧，如果有潛在柏金遜嘅病患裏邊咧，平均嗰個轉彎嘅度數咧，1秒鐘咧平均只不過162.9嘅。咁即係佢係轉慢咗啦，好簡單嘅啫。冇錯。咁同埋咧係每年咧下降係大概係2.68度1秒。咁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佢只不過當時咧就揾一群人啦嚇，你帶住個錶咁啊嚟到睇佢記錄佢嗰個平時個行路嘅動作啊、速度啊、轉彎嘅時候咧咁竟然無意即係發現咗有呢個關係嘅。即係如果嗰啲人咧係後來患嗰個柏金遜嘅人咧，原來早期咧已經可以睇到佢哋嘅轉彎嘅動作係慢嘅。咁即係呢個好處就係咁，其實呢個唔使醫生嘅，你自己可以做，亦都可以叫朋友、屋企人可以試一試。你轉彎俾我睇下咧，咁你睇可以同個細蚊仔比下啦，我轉得好快，係咪？咁如果啲人咧係轉得係真係好慢咧，好論盡咧，咁原來咧呢個就係柏金遜嗰個
早期嘅先兆嘅。咁當然啦，就柏金遜嘅先兆咧，又其實喺係未正式確診之前咧，都有好多嚇，即係起碼有6個警號啦。咁我知道咧，柏金遜係男性咧患嘅柏金遜嘅風險係女性嘅4倍嘅。咁每增加1歲咧，就風險就提高大概15%。咁抑鬱同埋智力對風險嘅影響唔大㗎，即係呢個情緒啊同埋你嗰個智力冇乜關係嘅。好啦，咁有邊啲嘅嗰個警訊咧，有6大啦嚇。咁第一就話咧，嗱，確診前9年之前咧，聲音同埋面部表情已經失調，同埋轉身角度變差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嘅。如果你親屋企人啊朋友咧，你發現咧佢聲音可能係 monotone 咋，即係好即係冇乜高低嘅聲音，同埋沉咗落去嘅。咁同埋咧面部咧係好似即係呆木咗嚇，失調咗嘅。咁但當然咧，如果你最容易就叫佢轉身啦，係咪？咁即係話咧最早咧係轉身角度係變差咗嘅。好啦，第二確診8年之前出現嘅啦，手指開始震動嘅。好啦，確診之前7年前咧就開始咧手臂擺動有啲即係擺動嘅惡化咗嘅。咁確診前6年之前出現咧就係走路開始唔穩好多人都係嗰陣時已經開始感覺到啦。咁而確診前4年半之前咧就下肢碎部係不均衡嘅shuffling 技巧，即係拖下咁樣啦。確診之前4年咧就平衡緊消失咗，僵硬同埋四肢緩慢。呢啲都係好多人咧都喺柏金遜早期咧都會見到嘅。係好啦，咁仲有其他嘅先兆啦，就有5個嘅即係先兆咧，就係咧又早期出現咧就係嗅覺變差，聞唔到味道啦，同埋便秘即係平時好地地嘅，突然之間咧即係便秘嘅問題嚴重咗啦。第3咧就係瞓覺時候咧係手舞足蹈，瞓覺時候會喐到人即係擺動咁同埋第4咧就講嘢嘅聲音變細咗啦。咁第5就走路嘅時候咧有隻單臂就唔擺動啦，一般嚟咧即係大搖大擺2個手都嚟到擺動嘅。咁如果你見到呢樣嘢咧，就你知道咧係好大機會啦好啦，咁當然啦，柏金遜係長者常患上嘅神經系統嘅病啦，平均嗰個病發年齡咧係60到70歲之間嘅，可分為一種原發性同埋咧係誘發性兩類嘅。咁但係大部分嘅患者咧都係屬於原發性，原發性即係都唔知咩原因，解釋唔到嘅原因嘅。咁但係目前只知道咧係由於腦部嘅神經系統功能嘅受損咁咧就導致咧一種稱為多巴胺dopamine 嘅神經傳導物質係減少因為呢個喺醫學上大家只係了解咗嘅。咁所以咧點解會造成呢個問題咧？咁其中嘅原因咧就可能咧就係嗰個藥物啦長期食一啲所謂止暈藥好多人都中意即係少少嘢食嘅。咁呢個一個可能，當然咧亦都係腦部受創啦，或者腦炎啦或者多次嘅中風引起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導致即係柏金遜嘅我知道嘅原因啦咁樣。好啦，咁一般柏金遜常見嘅症狀咧就包括咧係嗰個震抖啦，初發嘅時候咧可能係一邊嘅啫，上肢咁樣，繼而咧就影響其他嘅肢體咧，最後可能影響全身肌肉都係震抖嘅。第二就係動作緩慢咯，尤其是開始活動同埋轉變方向嘅時候咧係更為明顯嘅。咁第3咧就關節活動咧顯著咧好似齒輪般嘅僵硬叫 cogwheel rigidity， 即係好似齒輪咁咳咁喐動嘅。第5就面部冇咗表情啦。第4第5咧就步履出現變化咧。第6咧就係語調出現變化。即係喺我哋嘅遇到嘅病人裏邊咧，我已經有個病人咧係基本就係講嘢聲音好低即係講唔出出音聲音嘅咁。咁好啦，咁當然啦，柏金遜唔係一種突發病嚟㗎即係通常病情咧會逐漸惡化嘅。咁當情轉差到晚期嘅時候咧，就身體嘅病徵咧會由身體一邊咧係發展到兩邊嘅，包括行路嘅時候啦，隻腳部咧提唔起啦，失去平衡啦，容易跌倒啦，同埋就算食藥之後咧都係會出現呢個嘅不自主嘅動作。咁當然咧，
藥物失效嘅時候咧，就完全失去咗活動能力，咁說話唔清楚之後咧，煙吞都困難嘅。咁好啦，咁嗱，一般嘅退化嘅速度咧，就視乎病情咧，由差到失去活動能力咧，最可快到5年出現嘅嚇，即係直情冇晒活動嘅能力嘅。咁亦都可以到10年或者以上嘅嚇。咁當然啦，帕金遜唔會話直接會致命嘅，但係咧，患者逐漸失去啲行路同埋煙吞能力咧，除咗容易跌倒以外啦，亦都可能因為煙吞引起咧係俗親咧係導致咧肺炎咧對生命咧係造成威脅嘅咁。好啦，咁目前嚟講咧係一般嚇，即係而家傳統嘅西醫嘅做法咧，其實用一啲藥物啦，咁佢通常咧就要長期食㗎啦，直接唔可以停止啦，一停止就一定復發㗎啦嚇。咁但係當然咧，藥物嘅副作用好明顯，好多病人都係嘅，即係食下佢都唔想再食啦，因為個副作用係好嚴重嘅。咁佢亦都會用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同埋心理輔助方面即係種種方面咧係企圖幫嘅。咁好啦，點解我哋今日特別講一講咧？呢個係一個新嘅資料啦，係一個新嘅德國嘅最近嘅研究啦。咁同埋咧，我哋成日都咁講咧，病向淺中醫。係雖然咧喺帕金遜嚟講咧，喺現時嘅西醫咧，其實西醫對大部分嘅神經系統病咧，其實冇乜，都係束手無策㗎啦。咁但係始終咧喺自然醫療裏邊咧，我都係覺得咧，病人咧係越早開始醫係越好嘅。冇錯。即係喺我哋過去嘅最近嘅經驗咧，我都試過有一位病人啦，咁佢嚟嗰陣時候咧，就差唔多兩個姐姐扶佢嘅嗰方面咁。咁當然咧，佢有好多病啊，其他問題啊，高血壓啦、糖尿啊，乜嘢都有啲㗎。咁啊食好多西藥嘅。咁我都係慢慢利用我哋嘅方法啦，主要營養素啊、體質水療啊、同埋痛嘅療法咧，係慢慢幫佢改善嘅。咁但係仲有一位病人咧係比較後生啲，咁佢嚟嗰時候咧，佢屋企人都唔知道佢咩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咧，我一睇佢咧，我都知道係其實帕金遜嘅。咁因為佢係一個早啲治療咯，咁我哋好快咧用我哋嘅方法咧，好快咧佢即係改善得係好明顯可以改善。冇錯。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算我哋都未必可以根治得到呢種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越早去知道，越早去處理咧，永遠都係更加好。因為同源療法咧，過去有好多嘅同源療法嘅療劑咧，喺呢方面咧係有幫助，又好有效果嘅。好啦，咁當然啦，我哋喺治療方面咧都要了解啦。咁當然啦，最常見嘅帕金遜咧，我哋叫做即係原發性啦，即係唔知點解啦。咁就對症下藥啦。咁當然咧，亦都有啲咧係因為腦炎開始嘅，或者腦炎後期引發嘅咁。咁通常呢種嘅帕金遜嘅年齡咧，多數就係後生啦，40歲之前啦，男女都一樣啦。咁同埋咧，有陣時你都會知道病歷想知道，原來你係曾經係腦炎導致嘅咁樣。咁通常喺呢種情況咧，嗰個症狀咧，即係都係常見嘅，就腦度都係有其他嘅症狀，即係唔係只係嗰個肢體嗰個症狀啦。咁同埋咧就係通常咧係一邊性即係唔係兩邊性嘅。咁同埋咧就個僵緊咧係多過震抖嘅。咁同埋咧佢嗰個過程退化咧係比較嚟得快嘅。咁反而咧原發性嗰個帕金遜咧，通常都係50歲之後啦，男士比較多啲啦。咁通常咧就比較慢嘅，同埋咧係兩邊都會出現嘅。咁通常咧佢震抖咧係多過僵緊呢個症狀。咁嗰個進度都係慢慢嚟嘅。咁始終咧，我哋喺嘅同源療法咧，如果我哋知道佢嗰個起因譬如我哋知道呢個應該係嗰個後腦炎出現嘅，咁我有唔同嘅療劑，Valorinum Valadrinum 即係 Morbilinum， 即係佢其實我哋好多嘅呢方面嗰個療劑咧係針對呢個咁樣嘅症狀嘅。咁當然其他嘅病因咧，可能個血管硬化啦，咁亦都可能因為毒素嘅關係啦，可能重金屬啊、銅啊，或者錳啊、水銀啊，或者嗰個一氧化碳啊呢啲，即係中毒性啦。咁當然亦都包括嗰啲服食嘅西藥啊、止暈藥嗰啲啦。咁亦都有啲其他嘅起因，可能因為創傷啦，可能因為梅毒啦，可能因為咧係腦嗰度咧就有腦瘤啦。好啦，咁喺我哋同佢療法嗰個經驗咧，我都要視乎佢嗰個起因同埋嗰個病徵咧，係針對不同嘅療劑嘅。咁當然啦，我哋以前都同大家都好講過好幾集關於嗰個帕金遜嘅。咁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嘅人物咧，就係嗰
嗰個荷里活一位明星嚇，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 嗰位，係Michael J. Fox，係。咁我哋都睇到啦，即係喺網有陣時我哋嘅搜集呢啲資料咧，會睇到嘅。咁原來佢嬲尾咧，佢係帕金遜嚴重到咧，佢唔能夠繼續做演員嚇。咁後來咧，佢嚴重到咧，生活都好困難嘅。咁結果佢發現咗咩嘅工具咧，係控制咗佢咧，有個大麻油。咁我亦都遇過有啲病人啦，因為佢已經真係即係時間好耐啦，食好多西藥嘅，咁好難咧係叫佢慢慢停藥嘅。咁我都建議佢咧，即係有能力咧，即係翻加拿大啦，加拿大已經合法㗎啦，係咪？咁或者去泰國啦，都有啲醫生咧，可能可以識得用大麻油嘅。咁但當然咧，其實治療帕金遜嘅工具好多，我哋會用營養方面啦，整體性嘅治療啦，嗰個效果係唔錯嘅嚇。因為始終都係病向淺中醫，大家當你有發現有呢啲我頭先講呢啲嘅症狀啦，尤其是咧當你發覺咧自己行路轉彎咧開始有啲窒窒下，好似慢咗之後啦，咁都可以咧係早啲去處理嘅，唔係真係變咗係我哋叫做全面嘅帕金遜嘅病咧先去搞嚇。咁當然啦，我哋有個頭先提嗰位病人咧，佢係嚴重到咧佢係講唔到嘢，咁你聲音嘅形狀聽。咁我都有啲療劑咧係對付咧，因為帕金遜嘅失聲嘅症狀咧，我都有我哋好嘅療劑嘅。咁所以同我療法係一個好全面嘅嘢。咁始終咧就係大家即係要希望咧有幸識得認識啦，係同埋識得去採用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好偶然嚇睇到篇咁嘅資料，講原來帕金遜咧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係我自己可以早期診斷呢個轉身嘅速度啦。好啊，唔該，袁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呢個症狀嘅詳細資料啦，咁同埋點樣可以去即係及早嗰個醫治啦，真係病向淺中醫嗰個嘅概念啊，咁樣去啦。咁同埋咧，亦都喺多謝德國嗰個研究團隊嗰度發現到咧，跟住用嗰啲嘅人工智能嘅數據啊，即係搜集咗出嚟咧，原來就係話咧係一個簡單嘅動作咧，轉身嘅動作嘅時候咧，可以比起真係去到惡化，譬如頭先睇過嘅就係話開始咧係手震啊嗰啲嘅時候咧，已經係咧再早多幾年前咧就發現到呢個嘅毛病嘅時候，真係患到呢個毛病嘅時候，就可以根據咗頭先袁醫生提過嘅喺同類療劑裏邊係有啲即係嘅療劑咧，可以幫助到可能就係你係嗰一刻嘅時候就將佢停留咗喺嗰個階段嗰度，就唔至於唔好俾佢惡化落去啦，咁樣落去啦。我哋通常嗰啲都係用我哋嘅方法咧，即係積極地配合得好咧，我哋可以幫佢慢慢地扭轉少少。即係所以跟住咧，我覺得都暫時都唔容易。咁但係始終咧，佢能夠保持到自理嘅能力。唔好繼續僵化，繼續壞咯，已經唔錯噶啦。冇錯嚇，咁呢個就可以咧，就達到咧，即係點樣都可以。我哋喺有限度嘅時候都可以達到我哋一個健康快樂嘅人生嗰個嘅效果嘅。多謝袁醫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問題，可以打以下電話同袁醫生做一個預約會診，電話號碼係25773798。想了解多啲個同類療法或者係一啲健康產品，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電話號碼28824848。海外嘅聽眾亦可以透過視頻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嘅會診，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如果想重溫翻我哋嘅節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網址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就可以聽翻我哋嘅節目噶啦。咁記得大家將我哋嘅節目咧分享俾你哋嘅身邊嘅朋友，去認識多啲呢個帕金遜症可以好早點樣早期預測到嘅先兆啦。咁同埋幫我哋點讚，多謝大家收聽。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哎呀，呢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買咗一個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靈精，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㗎，咁就唔怕風濕骨痛啦。哇，咁好㗎，咁我買多個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靈精可以喺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網址係3個 W.healthshop.com.hk。